第7章，我的囝要遵守我的话，心内藏我的命令。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。遵守我的教示，亲像在保护目睭人。就绑伫你的枕头啊，刻伫你的心板。就对智慧讲，你是我的姊妹。就叫聪明做你的亲人，伊会保护你闪避淫妇，闪避讲西奈话的妓女。我徛伫阮兜的窗仔边，对窗仔看出去。我伫戇直的少年人中间，看到一个袂晓想的少年家。伊经过街路，来到淫妇因厝的巷仔口，闪入去淫妇因兜的路。黄昏、日落、黑暗大晚，迄时有一个查某人，穿插亲像妓女，心怀企图出来接伊。这个查某人讲话大细声，无教养，厝住袂牢，有时伫街路，有时伫市场口，有时伫遮听候，有时伫遐长等。伊甲迄个少年家轻条条甲伊斟。毋惊见笑对伊讲：“我今仔日有献平安祭，厝内有社员的肉，所以我出来找你，找真久才找到。我已经用埃及彩色的床巾厝伫我的面床，佮用木药、沉香、肉桂绣伫我的面床。来，咱来通宵享受真爱到满足，来享受真爱的快乐。”因为我的丈夫无伫厝呢，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伊带规地的钱到月圆才会倒来。淫妇用真济花言巧语甲伊引诱，用西奶的喙催逼伊做伙入去，伊随时对入去，亲像牛互人牵起台，亲像鹿仔跋落陷阱，到箭射入伊的肝。伊亲像鸟仔撞入罗网，也毋知死活。我的囝儿啊，着听从我，留心听我所讲的话。你的心毋通互伊迷去，毋通戆戆啊缀伊去，因为伊互真济人受伤倒落去，真济人互伊害死。伊的厝是淫妇的入口，直接通到死亡。